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有外送员，互要求爱甲这个餐点送入去病院内底。啊，外送员惊家己会将做防疫的破空，一开始无愿意入去病院，于是请医护人员会当家己来楼骹摕。也毋过医护人员甲回讲，只要挂喙暗，就会当入来病院咯。外送员最后是等无人来提餐，只好是入去病院。这个病院方面一开始是来回应讲，疾管署并无管制外送员袂当入去病院，但是讨论了后，也是决定讲，就为明仔载开始禁止外送员进入病院。不好意思，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我不方便上楼。外送人员送食来到病院，烦恼疫情，唔敢甲餐点送入去，不过医护人员坚持爱伊送去6楼。不是啊，可是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我不方便上楼啊。外送人员坚持无要去病院，不过伫咧楼骹等10几分钟，等无人来提，伊才甲餐点送去6楼。对的。他打用为止。发生群聚感染的话，如果外送员再去被传染到，外送员一天要接触那么多人，风险真的是很大。会扩及到全台湾都是哦。外送人员烦恼去病院会有风险，嘛认为家己还阁继续送食给别人，送餐去病院就惊喂着病，甲病毒传出去。病院强调，疾管署无管制外送人员去病院，不过开会了后会禁止外送人员要来病院。明天开始，就外送员全部不能进医院，就到外面那边交换。啊，若要去病院看实际患者，迄只是家属陪患者来看诊的规矩。病院讲，即摆嘛是照疾管署的规定，未增加管制。